大家好，我係5 A 班嘅陳千同學。今日我要朗誦嘅係中華體育精神中，在中華5000年的文明長河中，體育精神如火，燃起堅毅與奮鬥；如光，照亮團結與希望。它是民族的脈搏，是青春的吶喊，在每一次奔跑與跳躍中閃耀不滅。我們誦讀的是一份信念，即使跌倒，亦能再次站起。我們傳承的是一種勇氣，面對困境從不退縮。黃耀南學子以忠義仁勇為校訓，心志堅定，在武藝操中挺立如松。在競技場上，我們學會謙遜；在團隊之中，我們建立信任。最美的榮耀來自彼此成就。我們以忠誠為根，以勇毅為志，讓體育精神融入每一刻成長，化作前行的力量，照亮未來的方向，最終成為自己生命的冠軍。體育是一種磨練，在汗水之中領悟尊重與堅持。冬有紅日初升，西有浪花沸騰，深港共運，聲聲相和，同唱青春的頌歌。或在香港，讓精神跨越山海，讓奮鬥響徹校園，讓夢想與希望在兩地綻放。深港相望，心心相印，讓我們以汗水與夢想譜寫自己生命的冠軍，共奏中華青春最強音。